58歲嘅陳先生喺主持早會嗰陣，突然感到左手一陣麻痹，手中嘅鐳射筆無預警咁滑落地面。當佢試圖彎腰執翻嗰支筆嗰陣，一陣強烈嘅眩暈襲嚟，隨即發現左眼視線出現重影。同事仲指出佢講嘢變得含糊不清。不過呢啲症狀喺休息10分鐘之後逐漸消退。陳先生誤以為只係血糖過低或者過度疲勞，打算放工之後再休息，拒絕即時求醫。好彩喺做護士嘅女兒強烈堅持之下，陳先生被送往急症室，經緊急電腦斷層掃描同磁力共振檢查，證實佢經歷咗一次短暫性腦缺血發作，即係俗稱嘅小中風。影像顯示佢嘅頸動脈已經有嚴重斑塊堆積，大腦血流一度受阻。神經外科醫生嚴肅指出，短暫性腦缺血發作係缺血性中風之前嘅最後警報。如果陳先生當下選擇忽視，有極高機率喺48小時內發生大範圍腦梗塞，屆時將會面臨永久性半身癱瘓甚至昏迷。經評估之後，陳先生即時接受抗血小板藥物治療，同時安排後續嘅血管介入評估。呢個案例警示我哋，凡係出現單側無力、言語不清或者視力障礙，必須視為急症處理，因為大腦細胞嘅死亡係不可逆嘅，每1分鐘嘅延誤都喺度透支緊未來嘅生存機會。